辟谷嚇，辟谷記住有機會咧就可以試下。我哋呢次咧就40幾個人參加咧就滿咗啦，截止啦。咁如果有心你哋就再下一期有心都可以參加，因為我哋會入營嘅老師。佢嗰個禪師希望我哋入營，即係全封閉嘅。所以咧就私底下講啦，呢個層次係低少少。我以前個老師好鬼瀟灑嘅，大家聽佢講嘢嘛，好似講到2個鐘，翻去第二晚再嚟上堂嗰陣時，嗰啲人就進入咗個狀態啦，辟谷狀態。佢發信息嘅，我哋呢啲坊間出邊你見到嗰啲辟谷，我相信全部都係捱餓嘅。但係以前我見過個老師真係高明到不得了。佢有個標準，佢幫你做辟谷咧，就係話你會覺得完全唔覺得肚餓，食嘢唔覺得肚餓，呢個層次高啦。所以佢好瀟灑。到最後一日啊，我喺香港，我叫佢辦過2次班。到最後一日，薄扶林嗰度行上去山頂，全部都行上去山頂。你話7日唔食嘢，1個星期10日唔食嘢，嗰啲人完全有體力。所以咧，佢高級嘅辟谷啊，佢係完全唔影響你平時嘅生活，你嘅工作，你係做咕喱嘅，照做，犀唔犀利啊？嗱，我太太試過，佢哋都知㗎。我太太試過45日辟谷，45日足足45日食嘢，所以就係嗰老師真係不得了。所以我好懷念佢，我希望佢有機會，如果嚟香港咧，一定介紹俾你哋。幾時開班啊佢？唔係啊，而家佢好艱難啊，因為佢係人喺丹麥，唔係話想翻嚟就翻嚟，護照都未攞到。呢度有啲政治嘅原因，法輪功嘅關係。我哋探佢。組團去啊！唔知佢可能功力廢咗，因為佢去咗嗰度，佢唔做嗰樣嘢。呢個講笑啫嚇，呢個講笑啫，即係有機會就有緣分啊！即係呢啲睇機緣咧，我相信佢如果翻去大陸探親啊，我會叫佢可唔可以嚟香港逗我幾日啦？係啊！佢個辟谷真係享受啦。因為我太太經歷過嘛，好瀟灑。我太太咪鬧我咯，咁渣啊，有冇搞錯？嗰陣時不知幾好，仲同我哋三仔嘢煮餸添，咪煮餸有油煙味嘅嘛。我太太係幾瀟灑，唔覺得肚餓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呢啲辟谷幾好啊！而且瘦咧，佢唔係一路咁樣瘦落去。我而家7日辟谷我都第7日，我自己點唔上，瘦到我感覺到我脊骨入邊啲肌肉都俾佢抽出嚟，真係啊，唔講笑啊！都第7日，即係我本身人係瘦，所以我太太鬧我哋下次唔好參加啦。佢話我嗰陣時，我太太嗰啲辟谷唔係到第2日、第3日咧，頭3日瘦嘅，跟住瘦到一定嘅 fit 咗個型之後咧，佢停止咗咯喎，咁神奇喎，唔食嘢都可以停止喎，一流啊，真係一流。其實一路可以㗎，所以我你哋未聽過啦，好似45日好誇張啦。咁我講個道理俾你聽，我哋可以推測㗎嘛。一個人如果可以做45日，咁我話佢做2個月得唔得？做3個月得唔得？做1年得唔得？得㗎嘛。琴日我都有篇嘢，你哋有興趣我傳俾你睇。3個日本人寫咗一本書啊，佢完全冇氣功底，冇辟谷嗰啲概念啊。佢做咗乜嘢？一個人3年唔食嘢，一個人6年咧連水都唔飲啊！哇！呢個人係啊，我傳俾你哋睇，好精彩啊！佢寫咗書㗎，寫咗一本書啊！呢3個人真係奇人啊！即係佢中國人嘅辟谷嗰樣嘢啊嘛，佢唔係啊，佢哋精神好好啊，因為佢哋係可能係環保主義者，唔知乜嘢，自己設定一個程式啊，我想唔食嘢幾耐，佢真係做到喎，真係奇人。我傳俾你哋睇，全部傳喺個群組度，係真事嚟嘅，一定係真事嚟。